算什麼事？如果我晚一點能過，現在怎一言難以訴，還是就未講到很多些散可以讓兩邊再次合上一點。係啦，真係好啊！而家打生打死都為咗嘢賣咗俾你。我哋會轉去前面橙色牆嗰邊嘅，有陣邊嗰個你係唔得入線，係，但係嗰個活動而家已經冇咗眼啦，頭喺橙色嗰邊行喺嗰邊等陣啊，係啊，橙色牆前你望呢度，19開。咁但係我哋有個叫做黑現情呢個，咁其實咧當然啦，我哋唔係賣車就就係對住 SDS 呢間公司幫我哋測試嗰個嘢嘅，佢可以做到50萬至之餘，甚至講緊佢。接住落嚟介紹第2位啦，就係亦都係 TSG 嘅啦啦隊隊員啊，歡迎布丁豬啊 ，Hello！ 咁佢係超活潑、好動、可愛嘅，咩舞蹈風格咧都好中意跳㗎，咁亦都中意唱歌啦，唱一啲正能量嘅歌，但係佢投入呢個女團㗎，咁啊性格比較爽朗率直啦，亦都係帶好多歡樂俾大家嘅。今日好索啊！係啦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又邀請第2位啦，就係我哋嘅 DJ 樂妍 Baby 啊！佢連續奪得呢個2024同2025嘅 Live Awards The Best Music Live 第2、3名嘅，亦都最擅長用 DJ 打碟同埋音樂感非常之重嘅，犀利啊！好，最後一位啦，就係栗子 Wincy 啊，就係今年新加入嘅主播啊，音樂主播嚟㗎，人靚聲甜啊，大家同佢say hello啦！好，影靚相之餘咧，今日有2位啦啦隊隊員，當然要 show off 啦，大家影多2張相，就係留個時間俾大家。好啦，大家介紹下自己，同埋同啲觀眾打個招呼啊！
他代理，提示工程與 OpenFlow 實戰工作坊現正於一師舞台舉行，歡迎各位前往。
等佢影幾張，跟住就會輪流俾大家去打同志。我記得你㗎，我記得你㗎，係我記得你㗎，係記得你㗎，係。唔該晒，唔該晒。佢會留翻幾分鐘俾你。睇頭先個師兄係啊，佢都幾好嘅。係啊，即係起碼佢會留翻幾分鐘，咪影完即刻拉隊走。Karen， 幾點入去㗎你？如果要我單獨合照嘅 follow IG，梗係揾我啦。我 follow 我之後先至嚟先啦。望住嗰度啊！預備，一、二，攞張。可唔可以？係伸伸手，嗰個嘢係一、二。頭頂嗰個度得啊，唔該。係，得。要下一次啊！唔好意思，麻煩大家行入。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慢慢，唔好意思，一個過嚟，我呢邊要望咗先，係啦，過嚟我排隊。麻煩各位到中間最後，
後我唔使即係長時間睇呢個影片。譬如10分鐘影片，我唔需要話真係睇足10分鐘，我直接同佢講就話幫我分享總結影片嘅內容。然後佢好快地佢介紹啲景點幾中意喎，然後你都可以再同翻張文能同佢講就話幫我 plan 翻個5日4夜嘅行程。可能中途你想要，譬如我當打，譬如你去東京嘅。